係美聯物業西滿山優惠閣分行 Debbie， 我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優質嘅全幢豪宅物業，坐落喺江德道俊豪閣，請大家跟我嚟。俊豪閣位置優越，由行人自動電梯步行到中環只需12分鐘。另外有3號同埋45號小巴可接駁港鐵，交通快捷方便，四通八達。俊豪閣係屬於單棟式嘅物業，發展商係恒基兆業，於1993年落成。呢個屋苑本身有288個單位。呢個屋苑有泳池同埋平台花園、停車場。俊豪閣呢個係罕有嘅高層海景單位，間隔係3房套房嘅設計，實用面積係725尺。呢個單位係望昂船洲大橋海景，客飯廳分明咧，實用，同埋有對流窗嘅設計啦。嗱，業主就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，望落去咧，令到成間屋嘅感覺更加舒適寬敞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哋入睡房區咯喎。嗱，先望下個洗手間先。個裝修咧方面係以簡約淺色為主。好啦，到第一個房間啦，佢係剛猛實用啦。如果我哋擺放咗床同埋衣櫃嘅話咧，仍然空間感十足㗎。第二個房間，我哋最值得留意嘅咧就係佢單邊窗嘅設計啦，光線更加充足。呢個房間我哋飽覽咗昂船洲大橋個海景。同埋 IFC 中環嘅城市景觀啦，業主本身咧做咗個衣櫃，同埋咧利用咗窗台做咗個書台嘅，懂得利用空間。好啦，到主人房咯，可以放一張雙人床同埋衣櫃之餘咧，仍然可以三邊落床喎，同埋有主人套廁。呢個單位無論廳同所有嘅房間咧，都飽覽開揚嘅海景同埋城市景。呢個喺西半山市場上，絕對係一個罕有放盤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嘅單位咧，差唔多啦，希望大家喜歡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講多少少資料嘅，歡迎你哋聯絡我，我係西半山優惠閣分行 Debbie。